真奈我把中愁藏。想我张翠弟娘在世之时，与丞相金城之女牡丹小姐有年定下婚姻，不因亲王交代，父乃只得到金府留情，又不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。遂命我在别部谈判朝堂公诉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唉，好不烦门成也。不早把一许，我张真啊，何时带中长远来？还是为数吧，公诉是。
小仙李玉金是也，秀才张成在此恭送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谢幕，有无不可？哦，不免得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，先去一位便了。七八真身在隐藏，变作牡丹俏模样，今晚玉儿俏梳妆，做一个神女去为相望。我门儿闭关，
到西当去瞌睡来。成女不女啊！三郎啊，我就是有年定婚，莫非是牡丹小姐倒数？小明儿谁家牡丹，且以为国色天香。哎呀呀呀！我的牡丹小姐来倒数啊！哎呀，是您啊，是您，不管那是不管。哦，小姐，请说话。小生失望进来。哦，不到月小当数。好，小姐请啊。小姐，请说啊！啊，你也请坐啊！好，我有。请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，小姐。怎样？我张真远道来投亲，蒙我父啊，命我在必不谈判公书本。我常把自己比张玉，真乃是不愿难把龙女亲。今晚多干小姐来，莫非言相思梦境？岂不为心中就该张郎意？
你先来了龙玉文，小生是一家汉室叫逃平，功名为非龙虎榜，怕无了小姐你终身。你修建一家汉室家逃平，我看你定有经许好先人，但愿得夫唱夫婿，长相许，且比那月堂金银生悲。他不但桃李风神容颜美，更与那武海豪杰连成情。我讨姻缘与福分，恰在此今晚月下又相亲。庭院再相交，但只见梅影里楼台诗画，杨夫人并作也有传家话。夫人，此次好话，可惜无人提用啊！是相爷，我不到别部时光，去请张相公前来的事。多嘴，他晓得的什么事？是。我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准备饺子，等会相爷还要上家关灯去了，下去。是。女儿啦，须为此日
分配，岂不要落一个欺贫爱富华名扬？我今夫三代不遭怕一许，残留着穷酸又何妨？还等他今后复考落地儿，恰兵临轩藏元郎。要啊，不是小姐去赏玩梅花，晒晒心吧。娘子，我再替你去摘些梅花来。娘子先跑到这里来呀！哎呀，娘子，你跑得好快呀！你夫人，这个叫我娘子来人呐，来人！哎呀，主神呀，主神！这是主。出生你好大的胆，进攻华神面前，堂堂相府容不得你！家园要将他赶了出去！滚！慢！我死记为来，死记为去！你呀！怪你不得，这是错身无礼呀！来了，不要紧，快去为娘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去！七相爷，酒已备好，请相爷上前关灯。带路。是。安庆从来欢迎跟我出门，急忙忙再管我多情的书生。
在此地可啊，我是金牡丹啊，长郎，当想不早被你们赶出门来，对他之臣，我与你有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哼，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人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长郎，我是广生，我是神，谁是你的长郎？长郎你休要思家，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充场你，妾身是必不得已忘记了。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可是长郎，因我至今无望你，只得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自此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见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也顾不了许多。长郎，你听，路途喧天，一路之上你我夫妻任何花灯岂不是好？还要什么花灯，我这个路就要见。今晚之日都是妾身不是，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，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，不上是不？对呀，对呀。
里一男一女为慌慌张张。小人不敢入家。讲，张相公还有我家小姐，叫他们快快追准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家有要事告辞了。哦，请。总之大局严重的，听母亲说插心头话，棺材埋头喜在心。而今母亲一般走。小姐诚心实意做心诚，小弟做的上元门，愿我儿配一个状元界里的美郎君。天，嘿！可恨出身小长人，官职府门又把是非身，他竟敢与我满带女，童话老是观花灯。这样看去还得了，岂非是堂堂相公？老爷文化宽出了人，这是老夫亲眼见，70年外为神不亲。启禀相爷，大相府小姐在座，带了的来。是。小畜生，老夫将你观察府门。你竟胆大包天，反而勾引我女儿滚灯闹事，我们奉华人命诫，这还了得！来，与我放了。家园，将这小畜生残也速亡。要生气的呀，还不快快为娘回到水里去吧。哎呀，你糟了，小爷糟了，这2个女人呀！啊，你是何方来的妖精？竟敢冒充于我！你是妖气，你是妖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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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。
婶弄出2个牡丹来了。2个牡丹。夫人啊，女儿是你抚养的，你可分出真假？女儿是我生的，我能分得出真假？哦，我祖先上面有玉子一颗，有玉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玉子就是假的。快去人来，快去人来！母亲，儿手上有玉子，玉子是真的。母亲，儿手上有玉子。哎呀，夫人，他也有玉子，你也有玉子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没有打。母亲，儿有玉子，儿是没有打。儿有玉子，大爷，这是何时好啊？苍天啊，苍天！像我今从在朝为官，不在欺君莽朝，当成骂道，并不称此妖孽。好不那上官人也，相爷。追相爷心上人，这替身再举官分明。见他俩遇上紫菜也用兵，胭脂点江人，上面穿着双凤袍，下面系着百花裙，这是我的亲生女。母亲，儿是没有打，儿是没有打。母亲，儿是没有打，儿是没有打。我实在难分家务真你本是九里无里金，你不要说口来喷人，有道查出你真因，我叫你难道命，难道命？你的要紧，你的要紧，你的要紧！员外，将他们2人带了下去。我想相爷，他俩真假难分，这是何时好啊？哦，夫人不必惊慌，本是包大人再要尽力害，待老夫手当修饰一封，即包大人过府判断此事。这是好了。哎呀，刚才听京中之言，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要是判出真假，岂不是忘了夫妻恩爱？哎呀，这叫我是好啊！哦，不免得我回到帅府，与钟家师兄一同商议便了。春天众位师兄师妹，师兄，那京冲要请包大人前来判断，你快是何时好？女婿已经明白了，爷们不必心担惊，女兄已把妙计定，带我去变作包大人，闹他姑增加报功，分不清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不等来宾，大家这里坐一人。多谢诸位师兄师妹。哎呀，时有不早，我要走了。好，请吧。
此次呢，我们说说别人来。小女之事外劳大人到此，老夫真是归恩不尽，外望大人派命增加，除此妖孽。相爷但放欢喜，老夫是有盼的。多谢了。包大人到。启禀相爷，何事情况？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啊！相爷，相爷啊！请问包大人，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？咦，这是一包，一无二包。刚才家园报道，又有包大人到，哪来的？只怕草包。包大人亲自必胜。请。有请。大人，莫非有买客之意？哎呀，老夫怎敢瞒客？这乃是携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包大人，包时候。大宋朝哪里来的两个包子？是啊，老夫也好生奇怪，
只能作为包大人与大人一贯密谋，一盘无痕。既然如此，请来相请。有请包大人。哦吼！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！与那妖怪有什么情？万事要定心静气。相爷但放宽心，老鸨自有判断。哎呀，升堂来呀，升堂。受两身精神，杨贵妃的来是妖怪。这今次老鸨数当台，张朝王马两边排，吩咐万党徐守信，先请刘安速上来。大人用兵。我弟弟留他在必不怠慢公所文，谁知他深夜藏入花园内，他竟觉与奴相为许中情。我弟弟将他赶出府，等家丁在他转为门，谁知他带了一个妖怪来，妖怪。
人不亲啊。羽毛金家4月份，王大人明镜高月团家珍。哎呀，大人老乡爷，大人，他儿身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是啊，他儿身去世一样刻骨，叫老鸨是何判断？外望二位大人宽过陈家，老鸨是有判断，哎，要把张真带上，是把张真带上，是张真上堂。叩见大人。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张真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哦，学生不知罪，不知罪呀！你身为洪门秀才，父母上马，启明老乡也收留，引到马头苦错，力度上进。什么？尽管长沙花园做成越礼之事，皆被老乡爷观察不去。由于牡丹小姐与结婚灯，以致花妖月媚骚乱相互，何有力气是何用的？哎，有将张真修才个去，推下去从安着。是。大人学生有变呐，讲大人啊，上了，讲啊，方大人面容易听张真说原委，我与牡丹既为父母命问题，花园也为也长情，想也是我花里心思受斯文，分明他爱父应病要起张真。两地虽有不是，也是你银子有亏，修得多也来，与我推下去打。令爱的真假已经断明了。哦，哎呀，老夫还是封闭不清，外请大人指明。那可的是假，不可的是真，不可的
老汉有道是竞争即争，竞价即价，我的力不要真的，谁是假，谁是真，不问比谁，问张真。好，张真，也从实说来，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？启禀二位大人，学生与牡丹小姐相约以来，情深意重，千恩百爱，今日大当自让修正，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恰有来，我愿谁可的是真，你偏说是假，好一个无辜的老白头。穷酸潦倒白衣郎，欲不谈破一文章，应当要写花娇娘。真牡丹夫一名女，假牡丹倒有好心肠。撒家真假强分明，插腮成结好月影。
且逃！哎呀，且慢！吩咐包大人再要见礼嘿，休教此妖逃走啊！老把包击罪，不赞不垂之要告温此。包大人不理此恩，增加为民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有了，不明待我奏明圣上，江下嫂子，命张千子做哪次要？回来的呀！我弟弟起下不良之心，他要嫁给于你。啊！哎呀，这是不是好啊？这是私下无人，你我夫妻不是从御花园逃走了吧？这是长郎，快走吧！长郎，快走呀！今有兵不但李玉金大闹吉祥府，奉圣旨命尔等前去捉拿，不得有误。连发之。身边为妻是有礼千金，满山是家乡300里，就是天也海叫我不能赢。怎么了？你为我不走呀？我有一点冷啊。冷？哦，不用了。长郎，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！快走吧。娘子，你走得慢一点，我跟不上你呀。娘子，长郎。哎呀，300里路你走得这样快，后面的路你是走不动了哦。
他要是知道我是李玉金，他还能爱我吗？切莫要急急忙忙入正经啊！见娘子生死别，莫非有为难之事难测谁？我你这别不谈团结同心，与天大的事情要高张真啊！长老，你可认识我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你是个娘子牡丹小姐。不，我不是牡丹。哦，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。也非关外仙子，我是别不谈李什么？长老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别不谈李玉金啊。长老，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修行在人道边浪，这阴谋君在外些私心真人，又令我独居三夫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牡丹女郎君，闭上飞机我呀。听娘子三称真心话，不与我张真爱死了。想当初在边部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如情离场，元宵佳节观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。那今从又将我们再为夫，在相府中有两个牡丹那公堂，恰原来啊，一个就是我娘子边。他为我献喜报名上，都称娘子有情理，我将情关记在心上。想了牡丹的是富贵，那几年娘子爱长，人间难觅一字经。你就是李玉金，玉红发。谁家是神仙传说，是在苏北场，谁知我荒郊野外有天堂。我李玉的眼里真不错耶。自从得见长老儿，谁知道他是有情有义郎。我与他谈判手一手，我与他并肩小鸳鸯，原来怕真情
真爱苦黄呀，谁知今日才遇了他夫人，前来点心肠，我李玉真是眼睛亮。草堂灯下现在苦苦要出大于我，你去多别事，带我去阻挡一阵。老公，娘子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！可是你是不行的呀。不免待我发动洪水阻挡一切。娘
虽不与他，尔等退下。遵旨。小要叩见娘娘，李玉不必惊慌，我特来得救于你。多谢娘娘。你愿答应还是小英？答应真的，小英何来？小英在我到南海狩猎，父把女儿得到东西，答应把雨林3天，当着万千受苦。小要情愿答应，却是为何？为了张真，小要情愿当着万千受苦。张真乃是万夫所指，你为他抛下千年道应，岂不可惜？娘娘，那张真乃是至诚君子，小要与他黑夫三昧，我是为他完成什么心，完了什么道？求娘娘放心，求小要免灾心。我情愿当在红尘去，与张真生死同命，宁断了千年道应，宁离且蓬莱仙境。我情愿神痛苦，拔下雨林，还一个是与死在身。此次答应了他。
他那是两牡丹一家一对。你是谁？为何在此地哭啊？我是金牡丹啊！当相不早被你们关出门来，非他之臣。我与你有夫妻之情，岂能让你流落在外？哼！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声，为什么夫妻的情分？长老，我是广生，我是谁？谁是你的长老？长老你休要思家，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，并非我有意来充场你，妾身是必不得已忘记从今以后，妾身情愿跟随长郎受穷受苦，我再也不回家去了。可是长郎，因我至今无望你，只得暂时到我自己家中去吧。自此一同前往。不，要是见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怎么得了？那也顾不了许多。你听，露珠喧天，一路之上你我夫妻任何花灯岂不是好？还要什么花灯，我还是管路的要紧。今晚之日都是妾身不是，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，如今你我夫妻多看几次花灯，不上是何？对呀，对呀。
心里一男一女，为何慌慌张张？小人不敢多想。讲，张相公还有我家小姐，叫他们快快追准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家有要事告辞了。哦，请。多嘴，他晓得第什么事？是。我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准备饺子，等会香叶我要上家滚灯去了，下去。是。女儿来。须为此事心受大，为父早已定自当。倘算逼他把婚配，岂不要落一个欺贫爱富华名扬？我今夫三代不遭怕一许，残留着穷酸与何妨？还等他金口不靠落地儿，恰兵临轩张元郎。要啊，不是小姐去上外梅花晒晒心吧？
娘子，我再替你去这些梅花来。娘子先跑到这里来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跑得好快呀！哎呀，你是何人？请快叫我娘子来人呐，来人！哎呀，主神呀，主神！这是主。来人呐，来人！快来主神呀！小姐，他不是人，他是张相公呀！什么张相公、李相公，分明是神！出神呀，出神，出神呀！出神呀！出神呀！出神！出神呀！过来的王妃是个屌丝女人，快快把她滚溜出去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！又出生你好大的胆，进攻华神面前，当相府容不得你！家人要将他赶了出去！滚！慢！我死记为来，死记为去！你呀！儿，怪你不得，这是错身无礼呀！儿，不要你哭，快去为娘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回房去吧！啊，快去！七相爷，小爷备好，请相爷上前关灯。带路。是。一毛书房。还是为数吧，公数是。
在长城再次公诉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，我为他书房什么，有无不可。不免得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，先去一位便了。且把真身在隐藏，变作牡丹俏模样。玉儿敲树桩，做一个神女，去为向往。
娘在世之时，与丞相金宠之女刘丹小姐有言定下婚姻，不因亲王交代，父乃只得到金府留情，又不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。遂命我在别部谈判操堂公诉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？唉，好不烦门成也。不招他一许，我张真啊，何时在中长远来？门儿闭关，到西当起瞌睡来了。你是谁家窈窕娘？引我月牙到书房。他问我是到书房，再叫我修身大大看来哎，因为我诚意不女了。莫非是牡丹小姐到书房？小命儿谁家牡丹，且有为国色天香。哎呀呀呀！我的牡丹小姐来到书房，哎呀，是您啊，是您，不管那是不管。小姐，请说话。小生死亡情侣，我不到月下当数。
小姐，请坐啊。啊，你也请坐啊。好，我有。请坐啊，请坐。好一个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！小姐，怎样？我张真远道来投情，梦我无啊，名我在必不谈判公书文。我常把自己比张玉，真乃是不愿难把龙女情。今晚多干小姐来，莫非言相思梦境？岂不为心中就该张郎意，梦里写来了个龙女为好一个啊，梦里醒来了龙女问，小生是一家汉室挑桃平，功名为非龙虎榜，怕误了小姐你终身。你修建一家汉室家桃平，我看你定有经许好先人，但愿得夫唱妇随，长相许且比那月堂金银水，真是非。